本屆法團管理委員會喺2010年6月接任至今已經2年啦。而家就由我哋為大家回顧一下過去呢2年做過嘅工作啦。本屆法團上任嘅時候，曾經向全院業主公開承諾過，會盡心盡力做好監察工作，做到審慎理財，保護我哋所有業主嘅血汗錢。我哋上任之後，查閱過去記錄，發現10年以嚟，康業管理期間，在日常維修工程上，不論工程項目大小，都係由康業發出標書，一律要求承辦商要有2000萬蚊嘅保險，遠超於市場價格。由於門檻太高，呢10年以嚟就只得幾間御用嘅承辦商報價，一般非我族類嘅承辦商難有投標機會，因此往往都係相同嘅承辦商中標，以高於市價完成工程，白白浪費咗唔少嘅公帑。由於法例上少於20萬蚊嘅工程係唔需要通過業主大會去決定嘅，因此過去多項工程喺大部分業主毫不知情底下輕易通過。呢個就係點解上屆法團喺1年之內錄得虧損達到84萬多蚊嘅主要原因。本屆法團創新改制，除咗由康業發出標書之外我哋同時係以法團名義去發出標書。在重要及帶有危險嘅工程項目上，依然按照原用嘅2000萬元保險制度。但係喺一啲中小型以及戶內嘅工程項目上就按實際嘅情況要求去購買保險，降低門檻。除咗邀請原有嘅承辦商之外我哋更加向外公開，讓其他嘅承辦商去報價，以公平、公正、公開嘅方式處事。而輕微嘅工程就盡量安排由管理公司嘅工程部門去解決。喺呢個運作模式之下效果立竿見影，立刻就為屋苑節省咗不少嘅工程費用啦。大維修工程就係本屆法團任內嘅重點項目，我哋非常之重視。為咗確保做到公平、公正、公開，我哋先向每家每戶進行問卷調查，然後再邀請顧問公司1連3晚喺各座大堂舉辦研討會。為咗確保能夠更加公開去討論我哋甚至喺小型足球場舉辦呢個全院嘅大維修研討會。今次參與嘅人數十分之踴躍，喺當晚大家討論咗好多有建設性嘅問題。喺一眾業主對大維修了解後於2011年7月10日業主大會上，投票結果係由價格最平嘅金輝營造有限公司中標，維修價係1288萬8千蚊。工程內容、用料以及負責監察嘅顧問公司係與2008年，亦即係上屆法團係完全一樣嘅。為免遭到任何嘅話柄，本屆法團並冇喺標書上面作出任何1分1毫嘅修改嘅，但係價錢就比2008年平咗770幾萬，而且業主係唔需要夾錢嘅。為咗確保大維修嘅質素必須要符合標書內容，以及防止出現任何行內俗稱嘅後加工程，本屆法團花咗好多時間去做貼身監管。專責小組嘅委員每星期都會同顧問公司、工程公司以及管理公司進行呢個4方工作會議。我哋並且將呢啲工作會議記錄張貼於每座大堂嘅，好讓每位業主清楚了解大維修嘅進度。至今已經合共有20幾次嘅會議啦。大家唔好睇少呢啲後加工程喎，
倘若知識不足，又或者監管不力呢，呢啲後加工程呢，分分鐘係會比原來中標價呢多出幾十萬，甚至乎係幾百萬不等㗎。喺本屆法團任內嘅另一大事呢，就係康業突然嘅自行請辭。於2011年7月10日，業主大會投票通過聘請柏寧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為美城苑提供管理服務。不久之後，有不少於5%嘅業主要求召開業主特別大會，而召開大會嘅目的呢，就係要議決：一、委任一名管理人管理本屋苑；二、解散現屆法團管理委員會。當日出席嘅人數包括授權信在內，合共係1005人，佔美城苑總單位嘅45.9%。而投票結果係7879票對6700票，反對委任一名管理人管理本屋苑，反對嘅票數係佔54%。因此，第一項委任一名管理人之議決未獲通過。出席大會嘅顧問律師金鴻明先生表示，在未有管理人嘅情況之下呢，係不能夠解散現屆管理委員會嘅，所以無需要就議程2進行投票。呢個投票結果清楚反映咗多於半數嘅業主對現屆法團嘅信任，令到我哋1年多以來飽受咗各種嘅謠言與委屈一掃而空。我哋由衷感謝各位業主嘅支持。清潔方面，我哋收到服務多年嘅力新清潔公司通知，表示不再與本院續約。經過招標程序後，由寶達清潔公司擔任本院嘅清潔服務，可惜成績實在未達應有嘅水平，因此本屆法團終止咗對寶達清潔公司嘅合約。之後重新招標，由利興清潔公司擔任本院嘅清潔服務，但係不久之後，利興清潔公司因為以虧損為理由，提前同法團解約。在多次招標回來嘅清潔公司喺服務上均未達到理想，本屆法團決定以最低標價格自行成立清潔部門，招聘員工擔任本院嘅清潔服務，由管理公司協助監管。可惜有一部分人對本屆法團成見太深，佢哋經常辱罵清潔員工，粗言穢語，口出惡毒語言侮辱，人身攻擊，無日無之。佢哋甚至喺剛啱完成清潔嘅地方故意拋放垃圾，然後投訴，要求清潔工人立刻處理，令清潔員工疲於奔命，不能完成日常嘅清潔工作。沉唔住氣嘅清潔員工紛紛請辭，引致人手經常短缺，令到清潔工作不能做好。後來經過深入了解之後，知道咗呢啲滋擾原來係來自一部分不滿本屆法團嘅人士，佢哋知道只要搞垮本院嘅清潔，業主必定不滿，自然將責任歸咎於現屆法團，認為法團辦事不力。法團得唔到業主嘅支持，就會自動瓦解，佢哋奸計就會得逞。就以走廊擺放公用垃圾桶為例，本屆法團接獲唔少業戶嘅意見，認為而家一袋二袋嘅垃圾佈滿整條走廊，實在有礙觀瞻，時有傳出惡臭，影響衛生。假如爆發高度傳染病呢，咁就更加不堪設想啦。
有見及此，本屆法團四出視察，尋找有效嘅解決方法。最後了解咗大部分嘅屋苑都喺樓層擺放有蓋垃圾桶去收集垃圾嘅，包括美林村、清城苑、愛民村等。太多啦，不能盡錄。嘗試初期效果理想，受到大部分業戶嘅認同。可惜呢班反對本屆法團嘅人士又再出現，佢哋將垃圾桶推倒，將垃圾桶鎖上，又將垃圾桶搬移到後樓梯，甚至大堂。最後佢哋向消防處投訴，指擺放垃圾桶係會容易引起火警，要求消防處介入。而投訴人呢，自稱係屬於美城苑業主大聯盟組織。消防處喺收到投訴之下，雖然未有合適嘅條例，但係因為有人投訴，消防處係唔能夠當冇事發生嘅，因此消防處向本院發出一份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由於呢份通知書係有法律約束力嘅，本屆法團一向奉公守法，喺收到呢份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之後呢，只好按條例喺24小時之內收起所有嘅垃圾桶。因此而家再次回復返垃圾滿布走廊，影響衛生，實非大眾所願。為咗本院嘅長遠衛生着想，法團現正努力搜集資料，並向各有關政府部門投訴，希望可以爭取合法放回垃圾桶。